再者，傾偈嘅時候要睇住對方反應，唔好講太耐，唔係每樣嘢都要即時講晒，保持眼神接觸，俾對方感受到你有心聽，唔好成日轉話題，佢會跟唔到。最後，記住欣賞同鼓勵係好重要嘅。如果佢有幫手做嘢，好似預備飯餸，記得要讚下佢，留意佢表情、聲線、動作，觀察下佢情緒點樣。如果講到啲令佢唔安嘅話題，記得即刻安慰。最緊要係唔好爭拗，要鼓勵佢表達感受，等佢覺得自己被重視、被理解。等我做個總結先。總括而言，傾偈唔淨止係講字句，仲係一種心連心嘅互動。多啲耐性，多啲體諒，多啲愛，就可以同認知障礙嘅長者建立更好嘅溝通橋樑。多謝大家收睇收聽。